开设着强调案的防雷教练罗继贤去互中共接手去，伫咧台湾接触现役含退役的军事官兵，而且发展组织伊也伫咧侦测阶段就认罪。台北地方法院呢，今日依照国安法定罪来改判刑10年6个月。另外，共款防吸收器还有艺人郭书瑶小弟郭碧玲是判刑3年10个月。 设立中国间谍争议的罗继贤，防指控去中国参详商业表演，受中国政治单位吸收，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。台北地院3早按照国安法定罪行，一审判10年半。罗继贤呢是在台湾发展组织的主导者，位居重要核心的关键地位，更借以开拓军中人脉，发展对台情报工作组织。和对方收买伊已经自闭佮认罪，合议中认为讲，伊借真侪位现役退役的军人，因军中的人面收买现役军职，也有海巡人员，也去收民间人士，累计有12人加入组织，个人交出军事文件。请问一下，对今天的这个判刑结果，防吸收的军人佮海巡分别是判4年4个月到6年等等的刑期。也若参与专案的，佮有艺人郭书瑶的小弟郭碧玲等人，承认有借口座收中国资金，毋过否定有协助扫军中的文件等等的代志，一审判3年10个月。 怎么会涉及国安法？靠郭碧玲伫交稿进前无得到回应。郭书瑶的经纪公司是讲，一切交由相关的单位处理，无加讲话。也若共款互指控收中国资金，伫台湾动员真正抗议的共和党主席周克奇、保险共享会常务理事潘进东等人，3早是依照反渗透法判1年到2年。对民进党的政策有意见，所以我们去抗议啊！但是呢，跟这个中共是扯不上关系的。什么中共资助我们只有1万块钱的，没有这回事啦。 专案发生伫2022年9合一大选进前，周克奇等人伫世界民主运动大会现场造势抗议，否认着是受中国指示，毋过伊法院往讲会上诉。从高阶将领、中阶军官，现在到士官兵了，那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警惕的。他也可以从这士官兵了解部队的士气，尤其是抗敌意志，这也是目前中共最想知道的。专家分析讲，对谈判来黑惊阻挡，军中内部的管控，佮有反抗敌人意识，拢需要全面的强化甲提升。国际新闻采访报道。